你屋企個 WiFi 密碼仲係咪 router 底部嗰組預設密碼？如果係嘅話，黑客分分鐘已經入咗你個網絡啦。router 係上網嘅大門，第一步一定要改咗 router 嘅預設管理員帳號同密碼，好多人都會漏咗做。第二步，確保 WiFi 用緊最新嘅加密標準，依家最安全嘅係 WPA3，如果唔支援 WPA3，最起碼都要用 WPA2，千祈唔好用 Web。好易俾人破解。第三步，改咗個預設嘅 SSID，即係你個 WiFi 名，記得避免用會暴露身份嘅名，例如陳生屋企，咁樣好危險㗎。第四步，要定期更新 router 嘅 firmware，即係硬體，修補安全漏洞。第五步，關閉 WPS 功能。雖然一鍵連網好方便，但係其實好易俾人入侵。想再安全啲，你可以設定一個 guest network，即係訪客網絡，俾朋友上網之餘，又唔會同你屋企嘅主要裝置擺埋一齊，保障私隱。只要跟住呢幾步，你屋企嘅無線網絡就安全好多啦。快啲去檢查下啦！